新鮮滾熱辣辣，我而家身處喺荃灣嘅 showroom 啦。率先同大家睇下咧長陣版嘅 RX1，即係 RX1L。呢部寶馬 RX1L 車身尺寸明顯就比 RX1咧成長咗唔少，而且重點當然就係車長。佢嘅車長4616mm，比標準軸就多咗116mm， 軸距就係2802mm， 亦都比標準軸咧就多咗110mm。呢個改動咧令到腿部空間多出81mm， 膝部空間咧就多107mm， 坐墊咧就延長咗15mm。大家睇到咧，咁其實真係闊落咗好多嘅。我而家坐喺度咧，我覺得感覺非常之闊落，好舒服嘅。個 leg room 係非常之足夠嘅。咁我啱啱咧拍攝嘅時候咧，我都覺得哇，真係舒服咗好多，成個後座，即係可以放喺個即係屋企家庭嘅小朋友啊、老人家坐嘅時候咧，都會更加之舒適。嗱，大家個坐姿就係你成隻個伸直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咁因為佢嗰個坐墊咧，嗰個長度伸長咗，所以佢大腿位咧都 OK 嘅承托嗰個位置。加上咧佢個椅背咧係比較靠後咗，咁所以都幾舒服嘅。咁所以咧就長途行車啊，甚至乎普通乘坐嘅時候咧，都比 RX1咧有好大嘅唔同啦。嗱，咁佢就有冷暖氣嘅出風位啦，咁下方就有兩個 Type-C 嘅 USB 啦，咁樣。咁之後咧就有一個全景嘅天幕頂啦。咁所以咧就感覺上咧就更加之開揚啦。香港會引入嘅版本咧就係 RX1 eDrive 20L M Sport。性能上咧就冇改變到，同樣都係有150 kW 功率，即係大約204匹馬力，同埋250 Nm 扭力，每小時0至100公里加速咧只要8.6秒。雖然咧就未試得車，但係懸掛調校就已經講明咧會偏向舒適導向，以調整翻長軸距車型嘅行車特性，更加偏重家庭車。長陣版嘅 RX1咧，其實咧佢嗰個電池容量就冇變到嘅，因為由於用咗新嘅 converter 啦，所以佢嘅續航力咧喺 WLTP 標準嚟講咧係有增加到嘅，咁啊去到539公里嘅。因為呢部係左軚版，同正式版咧即係正式香港個版本嘅時候兩大唔同咧，只係咁第一個就係內籠嘅顏色啦。第二咧就係呢部咧就係冇生活靈鏡頭嘅，咁啊其他嘢咧都應該一樣嘅啦咁啊。咁其實咧成個內籠嘅設計咧，即係同 RX1咧其實冇乜太大嘅分別嘅，其實就咁我自己都覺得咧，依然咧都係有寶馬咧嗰種佢喺嘗試喺科技感啊、數碼感啊兼夾佢喺豪華咁咧，就取一個好好嘅平衡喺裏邊嘅。大家見到佢用咗好多嘅即係雖然真係人造皮革啦咁樣，咁但係咧佢包覆度啊，同埋佢用色嘅同埋佢嘅物料咧，依然咧都係俾到一種比較上乘嘅感覺俾大家嘅。咁當然個最大重點就係一個弧形嘅屏幕啦，就係一個咧10.25寸嘅數碼儀表板啦，同埋咧一個10.7寸嘅中控屏幕啦所組成嘅。嗱，車機系統咧就用咗寶馬 OS9 啦。咁其實咧我頭先略咁玩過，俾大家睇下佢嗰個反應先。其實成個界面嘅反應都非常之快嘅，非常快嘅。咁咧我中意寶馬嘅一個原因咧，佢嗰個成個中控界面就因為佢嗰個 icon 啊個指示好好，咁好清晰嘅。咁而且上邊咧嗱，大家見到啲 shortcut key 咧，咁都好話到俾你聽，究竟佢係做緊啲咩嘅？個分類佢分得幾唔錯。咁我哋咧就可以去翻個駕駛設定睇下先。嗱，駕駛設定咧咁就駕駛輔助啦，驅動系統底盤啦，跟住之後咁都係嗰啲常見嘅功能啦。其實插電咁，其實都唔係話太複雜嘅。不過咧，我幾中意佢嗰個速度啊，個速度好 smooth 啊，好爽啊。其實我感覺。咁佢中控屏幕下方就有手機嘅擺位啦，亦都有杯架啦，有兩個 Type-C 嘅 USB 啦，咁樣。咁佢嘅乘坐感咧，呢張凳嘅乘坐感咧，我自己覺得佢嗰個腰間位咧，同埋個椅背位咧，其實係都幾硬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對於司機嚟講咧，其實係一個幾好嘅承托啦。咁當然啦，即係我比較細粒啦。咁如果呢兩個腰駝位可以再埋啲，可以再夾緊我得啲咧，咁就更加之理想啦。尾箱容量瞓低後排座位可以釋出1600公升嘅容量。另外，全車會標配 M Sport 套件、Harman Kardon 音響、Driving Assist Plus 駕駛輔助同埋 Parking Assist Plus 泊車輔助。至於大家都關心嘅車價，就係469900港元。